小丫头资质不错，想不想跟我学点真本事？不学。为啥不学？当年来求老夫想做我徒弟的笨蛋，可以从北凉排到东海。所以笨蛋才想做你徒弟啊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。这都是。连我自己都快忘了自己是谁了，又有谁还能记得牧马牛啊？凤子营呢？跟在后边1里之外。可离你那么远，怎么保护你啊？这不是有前辈吗？姓徐的小子心机深呐，他调开凤子营就是盼着有杀手出现。想看你出手，从你手段猜你身份。哎呀，小丫头聪明啊！不过这小子打错了算盘。我只保你性命，你手下死绝了也与我无关。凤年他们应该出雍州了吧？从脚程上算，该是如此。出了雍州，就到青州了。青州的靖安王一直和我们北凉针锋相对，世子在青州恐怕会有些波折。楚乐山，在，你就不要随我去京城了啊！我答应过世子的。你们轻装前行，到达青州需要几日？2日便可。啊。哎，你啊，就守在王府门口，一旦收到了耀英送来的剑穗，你立刻率领本部骑兵赶往青州。义父是要我马踏青州，那不就成造反了吗？那我赶去青州该干些什么呀？啊，到时候凤年会交代给你的。那您怎么办啊？京城确实有很多人想让我死，但我一旦去了那个地方，非但没有人敢动我，而且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保我周全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有我北凉大军在，义父便高枕无忧。走了。义父，哎，北凉军权交与谁手啊？啊，镇守北凉，非陈之豹莫属。走。耀英，剑穗，把床给我搬过来，老子就要在这儿等剑穗。老子跟你们说话了，搬床去。是，快去。
将红甲。魏爷爷知道这东西来历。我和世子一般年轻时，天下曾有4大宗师，其中之一便是这南国福将红甲。前面拦着那个就是。可这福将红甲人当年刺杀先皇，被人毛寒雕寺亲手剥了甲胄，这尸体和红甲都挂在旗上示众，这可做不了假。奇怪了，这红甲又是哪来的？会不会是福将红甲人的子女？不可能，天下红甲只有一副，如今该藏在皇城才对。我去试试。轮不到魏爷冒险。书兄，李钱塘。借马一用，随你用。枪！咱俩谁先谁后，出手也得分个主次吧。我的。还好，不是4大宗师里的福将红甲。谁说不是？那这福将红甲应该更强才对啊！这红甲出自龙虎，是上古战甲。可是很少人知道，这红甲可以分成5具，对应5行：金木水火土。这是水甲，大雨倾盆，威力最甚。那2个打不过他的，叫他们让开。停手！回来！朝我来的。这就完了？福将红甲一化为5，确实不如归一时强悍，可也不至于那么容易被击败。这都没死。森身有死，这已经不算活人了。
到底是人还是邪？知道他好强，我怕是对付不了。小舅子还真不好杀，硬杀没戏，再找机会吧。幸亏我练的是刀，不然瞧见前辈刚才这2剑，怕是落下阴影，再也没有提剑勇气了。你的刀也不怎么样。哎，呵呵，怎么样，小丫头？比不过白虎脸。那丫头是不错，可与我相差甚远啊。人家双刀舞的比你好看，嘿嘿，我也会漂亮剑法，长得也比你好看，啊，这也能比呀？所以我不做你徒弟，别想来。你的天赋真的不比外头那小子差，若跟我学剑，必成大器。我这身份，本事越高，死得越快。你怕姓徐的小子杀你啊？我看他舍不得。嘿，那家伙阴险毒辣，什么事做不出啊？我教你啊，保你胜过他。不学，练武太苦。想学的时候记得告诉我啊。为什么非要教我？你天赋不错，还有那蛮不讲理的精气神也合我心意。嘿嘿。他呢？那小子天赋不错，只是心思太深，还得再看看。这2剑断了生机，可看上去还活着，怕是最后一口气了。兄弟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我？看来是不想说。他不是不想说，是不能说。怎么讲？我看了，这人神智受损。神智受损？刚才出手可不像。看，整个甲胄内部都刻了。是什么？其中奥秘，就怕要问车上的人了。你看，这是什么呀？那红甲人身上的。这面刻的是什么？瞧着诡秘，这世上怕是没人知道底细了。小子心思不正啊，拐弯抹角来探底细。前辈知道。知道你就说呀。这是真气，真气。这符箓是用特殊材料刻下，作用是流通真气。真气在这些纹路中流通，不仅仅是流通，还能储存真气。最奇妙的就是，这符箓将真气传入这里，脑袋里。所以说，外面那人不是天生神力。这红甲阴损得很，等于是培养一批死士，再用甲内储存的真气助其伤人，所以我才下了杀手。那里面的人，
宁死也不会投降。人埋了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把那套甲带走了？如此手段，研究看看。前辈说这福将红甲一共5具，虽说这次只来了1具，难保下次不会全都出现。谁说这次只来1具？方才在树林里还有3具等着。就刚才？那为什么没出现？当然是怕了老夫了。等等，这样加起来也不过4具，还有一个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不好，宁峨眉。世子，世子，遇袭了。世子，有一红甲人偷袭凤子营，结果如何？是在下无能，凤子营死伤了40多人，都无法留住那个人，只是将其逼退，最终还是被他逃脱了。宁峨眉甘愿领罪，只求世子饶了凤子营剩余的将士。按北凉军律，作战失利，兵将无能，是何责罚？最少鞭挞，最重斩首。我们这边也遇上了红甲人，他们2个对此可是束手无策。你能将其逼退，已是难得。我再多问一句，激战中，凤子营可有未战后退之人？一步未退，只有战死的凤子营，没有逃命的北凉兵。好，死伤过半，勇战不退，可称骁勇之士。此战凤子营勇战得胜，有功无罪。起来吧。宁峨眉替凤子营谢过世子。你把剩余将士带回北凉吧。现在看来，此去东行怕是条死路。北凉铁骑何曾怕死？阵亡的士卒要不要回家？你把他们带回北凉，然后再赶回来。我会放慢速度等你。收买人心的手段不错，姓宁的不好说，剩下的兵卒恐怕会为你战死。凤子营没那么容易被收买，我也不愿他们战死。你是世子啊，他们为你死是天经地义。我接手北凉就是为了颠覆这样的天经地义。这小子有点古怪。不说我，前辈方才那2剑惊天动地，我还是忍不住想问前辈名号。我用剑，你可以猜猜。不用猜了，他是李纯刚。小丫头，你怎么猜到的？剑神李纯刚。 60年前，剑神李纯刚横绝一世，一把木马牛战遍天下，未逢敌手。你的剑我听说过，连我自己都快忘了自己是谁，又有谁还能记得木马牛啊？原来你当时听见了。60年，您今日几岁了？修真气的活得都比普通人长。 你小子一身大黄庭伽蓝，比我还能熬呢。那既然是上一代剑神，你的剑呢？江宁，不能问吗？没什么不能问。与王仙芝一战，我的木马牛被他双指折断了。王仙芝赢了，剑都断了，当然是他赢了。然后你要去挑战王仙芝？我就拿个剑匣，不一定非得挑战他。你知道徐丰年要去武帝城？ 知道，那你还去？你以为我躲在地下是因为败阵断剑怕了王仙芝吗？难道不是？大家打输了有什么可怕的？我躲着，只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是个蠢货而已。
世子，咱们要是绕道而行，1天不到就能离开雍州。如果走后山，恐怕要3个时日。我知道。世子，车里真是李存刚？应该不假。这都怎么了？一个名字变成这样。那可是剑神李存刚啊！江湖代有奇才出，这一位独占鳌头50年，他当年的剑法那是冠绝天下，这风采宇内无双，真是令无数侠女痴迷，天下剑客敬仰啊！朱兄，你也痴迷李剑神吗？我可是听他传说长大的，对我来说，他就像剑神林凡一样。青鸟好像没反应啊。我就是个丫鬟，嫌贫爱富的，对穷老头什么的没兴趣。姓林的，你呢？吕钱塘，你呢？吕钱塘，我好歹是个读书人，他若能考上状元，我便钦佩。这闷葫芦。咱们抓紧赶路，晚上住观里，遮风挡雨。怎么感觉世子越到青城山，就越高兴呢？你怎么知道这儿有个道观？我掐指能算。那可真厉害。世子，这道观有些古怪。哪里古怪？后院的树都被人给伐了。哦，都用来烧火了。烧火了？当时找不到木柴，就把树都给砍了。啊，原来世子来过。3年前跟老黄住过这儿。你过得也不容易啊。苏兄和吕钱塘出去捕猎了，看看能不能搞些野味回来。要我说，还是人多好。上回我跟老黄窝在这儿，饿得头都晕了，就没人愿意出去找吃。怎么？什么东西？砸人啊！凤子英不在，今晚就是最佳机会。那个吕钱塘之前不是读书人吗？看起来身手一般，我们就把他当做突破口。你倒是挺了解的。哎，你听到我说没有？就这么说定了。青城山的白果鸡，这都被你们找着了，这下有口福了。世子喜欢就好。吕钱塘呢？在外面呢，说要守着马车，不用搭理他，整天阴着个脸，看着就烦人。哎，我要鸡腿。嘿嘿。哎呦，老黄也喜欢抢鸡腿。
金九黄，我只知道他叫老黄，好吃懒做，烤地瓜最在行。来啊，要吃自己拿。嗯。手上拿根棍子干什么？添把火。莫名其妙。嗯。3年前，世子和老黄在这儿待了多久？有些日子。怎么会留在此处？不是留下，是被山匪抓了。这山里有山匪？是啊，看见火光来的。没杀你吗？是群傻乎乎的山匪，有老有小，看我跟老黄饿得不行，还分了半只烤鸡给我。还有这样的好事儿？到后来都成了朋友，离开青城的时候给我塞了好多吃的。重游旧地，是想再遇故人。还真挺想见到他们的。若是能看到火光，没准真会出现。把三姐交出来！人还不少啊。这就是傻乎乎的山匪。不是他们，奇怪了，这应该是他们的地盘。世子，我常在江湖行走，依我的经验看，占山为王的山匪被换了人，就2种情况。还敢聊天？拿我当假人呐？就是。赶紧把钱掏出来！掏出来！站这边，女的站在这边来。第一种被夺权赶走，那第2种呢？被新势力赶尽杀绝。我们一个也不浪费。小丫头还学着别人拿匕首。各位大爷，我若是交出这位美人，能否放过我们？反正我们都要死了，能不能再问个事儿？之前的老孟头去哪儿了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待会儿我先砍的就是你。淑修，世子，一个也别让他逃了。多努力一点哦。给我上！是。别张嘴走啊，进来聊。饶命！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大爷饶命。来青城多久了？1个多月了。时间这么紧，没见自己的寨子吧？寨子是原来人留下的。你把他们杀了？没有。但是我知道他们惹祸了。惹祸？惹什么祸了？圈个老神仙，抓走了一个10几岁的小丫头，然后姓孟的那伙人又去登门要人，结果一个都没出来。小雀儿，青阳为什么要抓那丫头？听说青阳的老神仙擅长采阴补阳，可能是看上了。抓进去多久了？我们来之前的事儿，不到2个月。大爷，你还有什么要问的？我都说了。杀过多少人？没杀过，我们都是苦人，都是被逼无奈干这个的。魏爷在，往南不远有个小坡，过了山窝就是寨子，麻烦魏爷帮我看一眼。好。
把人过看好了。世子放心，一个都跑不了。世子去哪儿？出去走走。一起。这儿便是阴阳亭，传说倾城以此亭为界。山下是阳间，山上是阴间。阴阳恐怕没这么容易分清吧？是啊，这世上本就是阴阳难分，人鬼莫辨。纸笔给我。别动。世子，这夜这么暗，世子是如何将山势看得如此细致的？这亭子以前来过，这景色是记下来的。去哪儿？多喝了点水。我怕黑，得找个人陪着。又怎么了？现在人少，正好溜走。没地方可去。哎呀，你别在这儿废话了，反正你先跟我走啊，等我把猫带上。世子，您是怎么找过来的？我看见火光，就过来看看。山寨那边怎么样？关了好些女子，都是抢来的，都已经家破人亡了。他没想着报仇吗？想，可是怕。最后，都走了。那些匪徒是宋官吗？我们两个开玩笑呢，我们不想逃，我们两个。徐骁只让我保护徐凤年，其他人和我没有关系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拦着。赶紧走走。不用了。北凉离这里不远，我若真跑了，一知信鸽就能把消息送回去。
你总得试试吧。没机会，何必徒劳？哎，我。我是觉得你不想走。外面说话你能听到？我想听见就能听见。怎么样，小姑娘，要不要跟我学武功啊？有了一身本领，走也好，留也好，都随你心意。不学。世子说了，被伤害的人害怕了，没关系，他们的仇我们来报。什么意思？寨子里面那些女人的话你可不能信，她们都是贱命啊！我们有很多金银财宝，都可以献给你们，只要你们放过我啊！八坑。我怎么不行啊？我教你啊。哎，徐哥哥，我就知道你会走的。等教会了你，我再走，好不好？那，你以后要回来看我。一定会来。世子大才，这是把山势都记下来了。总不能白走的是河山。人都杀了，舒修和吕全堂把人埋了。魏爷爷是有话想说。世子，为什么不把他们送去官府？我送去的人，官府未必会杀。跟北凉有仇的，朝廷都会保。当然，这些只是些山匪，无足轻重。但我就是怕万一啊，这么多条人命的仇，不想让他们有机会逃出生路。那些山匪也是罪有应得。不是所有的山匪都这样的。当年老孟头，别说杀人了，打劫的时候遇着苦命人，他还要自掏腰包。我跟老黄身无分文被他给劫了，走的时候他倒给我们好多钱。那也算义匪，根本就不能算是匪，只是活不下去的山民罢了。他们老弱妇孺都有，还有个小丫头，叫做小雀儿，天天缠着我跟我学吹叶子，还老是偷老孟头的肉干给我。就是那个被抓去青阳派的小丫头。青阳派吴灵素，先帝御赐，青城王名号，自立神霄派，继武陵门派，都是皇室耳目。青城是北凉境外第一关隘，这吴灵素，其实就是暗中监视北凉。我知道，这次路过青城山，本来打算好了，要避开青阳派的。世子做得对，此时正跟朝廷保世袭罔替，就不能和吴灵素起争执。我答应过小雀儿，
要回来找他。被抓这么久了，到如今什么都晚了。是啊，晚了，救不了了。收了吧。成大使者需借机用人，权衡利弊。反正人已经没法救了，这账大不了将来再算。可万一人还活着呢？世子，大局为重。魏爷爷，我恐怕不是干大事的人，我要闯着青城山。吴灵素人呢？看这石碑，先皇御笔。不管你是何人，下马说话。这字儿也不怎么样。找死！布阵！神霄剑阵，谁破一个给我看看？还是换人吧，他可破不了神霄剑阵。这小子是不是变强了？用的是赤霞剑诀，很高明的剑术吗？高明个屁！靠气血内爆才借来一点力气，用的越多伤的越深，练这个的都活不久。他怎么学会的？王爷给他的。许孝匡的。他不知道用这功法会害他自己性命。知道。
你真的想好了？此剑法虽然威力很大，但凡是练它的人，死的都很快。若我用命来拼，能换林家一线生机，我死1000万次，都心甘情愿。给他吧。咱们猜猜看，他还要撑多久会有进本苦？我猜1个时辰。帮他破阵。我世子说什么，就是什么。卑鄙！你们这么多人打他一个，还说我们卑鄙，没道理吧？方才是一霄阵，现在才是真正的神霄剑阵。很强，唯有李先生出手，方能破阵。你不出手，你拜师我就出手，不出手拉倒。我也试试这剑阵。世子，世子，却莫以身试险。是我惹的祸事，不能躲在一边。我陪世子冲阵。世子，死伤者已送回北凉，宁峨眉率凤子营归队。来得正好。先皇留下的石碑，天下闻名的神霄剑阵，敢不敢陪我冲个阵？列阵！阁下到底是谁？徐凤年，北凉世子。这青城不是北凉，你率众闯山，到底想要什么？有个叫老孟头的土匪，还有一个叫小雀儿的丫头，再就是和老孟头一块的山贼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没见过，那就没得谈了。徐哥哥，小雀儿，青城王吴灵素。世子远道而来，何不入青城山，观赏山色？好，世子一人入我青城山即可。
世子不可。好，我一个人上去。辛苦了，都退回去吧。还没到青州呢，你不能死。当然。做好准备，如有变故，马踏青阳。这小子是傻了，真的就一个人静起来。你这丫头也不担心啊？万无一失的局面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是说我肯定会出手救他？不如赌500钱。徐凤年不用你出手，一样能化险为夷。这小子刀法还未入门，不可能有这本事。赌不赌？赌。能溜进去吗？到了。小雀儿，你先进去。我没想到，世子还真敢进来。把人给我。闯青阳派。就是为了这个山野丫头，你开条件。刚才为你闯阵的那1男1女，是你的侍卫吧？对青阳派无礼，我要他们的命。可以，把人给我，那2个交给你。世子现在就出去，把2个人都拿来。买卖不是这么谈的。这不是买卖。世子入了青城山，命就在我手里，你没得选。这就骗不下去了。你觉得这小子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谈不了就打呗。他还敢动手啊？怕什么？现在骑虎难下的是那姓吴的。你找死吗？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把人给我。可现在，你的命在我手里。凤子英就在大门外，所有人都看见我跟你进了青阳派。你想杀我，先想想自己有没有本事杀光门外所有人。只要走了一个，徐骁就会带着北凉铁骑踏平青城山。杀了你，我即刻回京。我就不信徐骁能飞过来找我。不用飞。京城会把你全家绑给北凉。胡说！用你一家性命换徐骁收兵，一本万利。你输了。你一早就明白这局面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区区一个青阳，怎么敢明面里杀北凉世子？所以徐凤年孤身入山门是有恃无恐。这家伙贼得很，怎么会去送死？没想到你是他的知己啊！你才知己。记得500钱。世子名不虚传。贪花好色吗？难怪他一直夸你。谁夸我？说什么呢？行了，人你交给我吧。京城那边就说我仗势欺人，皇室不会怪你。不急，有人想见你。老孟头没死，
有眼光，有胆识，世子很了不起。姑姑，凤年，姑姑，赵玉台，你认识？我躲在听朝廷底下好些年，徐骁父亲每次来见我，他都守在边上。他是徐骁的人。你知道徐凤年他娘吧？王妃是府上第一个对我笑的人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。他娘姓吴，来自剑种吴家，是吴家上一代剑冠。吴家的剑主都有自己专属剑室，与剑主一起长大。这么说，她是王妃的剑士，名为剑士，跟四姐妹。难怪叫姑姑。姑姑不哭，不是哭，是高兴。当年我娘死后，姑姑就没了踪迹，莫非是被她囚禁此处？他是你姑父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当年游历，你和他们相识，你这身份有许多人盯着，你的朋友就是你的弱点和把柄。我把他们带到青阳派，也是为了保护他们。是啊，徐哥哥，这里的人都对我很好。那老孟头去哪儿了？他们都悄悄地送去了北凉辖内，如今有了田地，过得非常的好。师傅说我有天分，如今我也是神霄派弟子了。你拜姑姑为师了？他拜在你姑父门下。可他不是皇室御赐的青城王吗？这么多年青阳派仇视北凉，全是假的？是反间，替北凉盯着京城呢。这事徐骁知道？自然知道。你们俩好好聊着，我去周围看看，免得让人瞧见。徐哥哥，我待会儿再来找你。我这些年做的事，稍有疏漏，就会天翻地覆。大将军不敢泄密，也是怕我遇到危险。真是大手笔。青阳派竟是北凉暗线，将来铁骑若出北凉，青城山便是通途，再也掐不住北凉咽喉。不仅仅是青阳派，我真正做的事，比这更重要。还有什么事能比得过这手笔？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查害了小姐的凶手。啊？谁？世子，快走！姑姑没事，自己人。你家的事我懒得听。你怎么在那儿啊？都怪这老头。有梯子吗？我现在就下去。江妮，我家丫鬟。丫鬟，通房的。不是，不是。这还没出来，咱们冲进去。不用了，李剑神跟江妮已经不在车里了。你是说？应该已经进去了。那就好。剑神在，世子可保无忧。哪个剑神啊？哪有第二个剑神啊？独臂的便是李淳罡。他还没死啊？还没。前辈见谅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敢问前辈，世子呢？里面。那您怎么出来了？早饭吃多了，有点困，我先睡一会儿。放心吧，
我把江泥留里面了。这把江泥留里面有什么用啊？既然前辈回来了，那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事儿。那我先退出去。不用退。姑姑接着说，我的事儿不用逼着他。您刚才说您一直在查害我娘的凶手。是。小姐过世起，就一直在查。查出具体结果了吗？小姐离世时，奴婢和大将军才发现她身负重伤。可小姐不肯说出害她的凶手是谁。对手太强，娘是怕报仇害了全家。这些年，我一步步排查日子，细算因果，大概能猜出她何时受的伤。当年小姐曾独自进京，她的伤应该就是那会儿留下的。具体什么时候？那时正怀着世子。凶手人在京城，查出是谁了吗？还没有，一点细节都追查不到。可查不到，本身就是个大案。凶手权势滔天，才能在京城抹去所有线索。大将军让我在青城传出你姑父采阴补阳的好色名声。徐骁这什么路数啊？大将军有话让我转告。他说，你不愿用大将军的方式接手北凉。是。那些山匪，世子杀了吗？杀了。换做大将军，他也会动刀杀人，为亡魂复仇。那些山匪是他安排的。是。官府四面围堵，就是将他们逼到青城。这些人是为世子施刀锋的。大将军还猜到你会孤身闯宫，他事先就说过，这心机手段和他行事并无二致。他说你想走一条新路，可到头来都在大将军为你铺好的路上。我知道世子始终记恨大将军不肯追查小姐的死因。世子，你要明白，此事牵连甚广，必须保密。我明白的。大将军说，你不愿杀人，可事实证明，该动刀的时候，你一样不会手软。世子和大将军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人。不，我和他不一样，我不会牺牲家人。世子和大将军的事儿，我不便多说。可大将军和我说了，等你闯上青城，我就把这些年追查到的所有细节都交给你。从此以后，无论多少年，哪怕我和大将军都不在了，可你一定要追查下去，替小姐报仇。他不说，我也会查下去。世子，稍等，我去给你拿些东西。好。抓得太紧了。疼吗？不疼。对不起，你怎么也不很疼啊？王妃是个好人。记得我刚进王府的时候，既害怕又伤心。是她的温柔，让我缓过了最难的一口气。徐凤年，我愿意和你一起为她报仇。
但我和你还是照样势不两立的。